正月初5开工，真侪人会去庙灵求财运。在台北松山的下海城隍庙，今仔日就办迎财神的仪式，是款2万份的钱物予信众。也若是台中的汉溪妈祖，今仔日要敬谢百岁相宽，保庇新的一年百业平安。人量是摆甲看袂到尾啊！伫初5这天，真侪民众拢来到台北松山下海城隍庙来参拜，就要祈求今年开工的好彩头。伫初5这天是传统上的开工日，下海城隍庙嘛依照往例举办接财神的开工仪式。庙方表示，除了准备2万份钱庙，然后民众领取，还会使望财神爷的喙手来求财，发财金过香炉顶，拢会使互今年的财运是愈来愈旺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伫早起来到这参拜，而且发送好地予民众。那我想今天大年初5，所谓的开工日啊，所以祝福所有的乡亲财源广进。五谷丰收。而伫台中的罗仙宫，嘛伫初5这天，将汉溪妈车起乱叫，准备展开开工绕境祈福。逐年正月初5固定的10点起价，是到到暗时啊，到7、8点的啊。回銮安做。庙方表示，以往伫初5这天，会依照往例来举行18庄的绕境，中途经过袂少的百货公司，向前百业兴旺。而第2号这天，就会经过市区6大百货公司，暗时就回銮到宫的内底，嘛希望为各行各业来带来好运气。公司新闻台中台北报道。